大家好，膠粉啊！咁咧，今集咧就係講財務自由咧，人人都可以做到啊！咁其實咧，財務自由係乜嘢咧？咁咧簡單嚟講咧，就係你所擁嘅資產可以供應到你嘅生活啦。即係你有100萬咁收利息，咁你每個月每年個利息足夠你不斷咁樣使啦，咁就係財務自由啦。係啦，咁但係點樣可以做到財務自由咧？即係一個普通人啊，咁其實就係透過投資啦，或者係透過時間嘅不斷咁你即係賺到嘅錢再碌落去啦，碌下啦嚇。咁其實呢個其實好多人知啊，咁但係其實好多人冇做到呢樣嘢，或者做唔到啊。咁其實提供今日就係講一個方法啦嚇，咁就係我會介紹一個叫做 QQQ 嘅ETF 嘅，呢個係美股嚟嘅，咁啊個number 就係3個Q啦。咁咧就係但係見到現價咧係526蚊嘅，咁咧就佢其實包含咗啲乜嘢咧？咁其實咧佢就係包含咗呢啲美國嘅公司啦。咁其實佢係一個指數嚟嘅，即係指數追蹤一個指數叫納斯達克指數啦。咁而家嘅Top Ten Holding 呢度又都有寫嘅呢個Market Watch 嘅網站啦，包括蘋果、Microsoft 啊、Nvidia 咁樣好多高增長嘅公司都會包含嘅。係咁咧，其實而家現價係527蚊到啦，美金嚟嘅呢個係啦。咁點樣做法咧？其實係好簡單嘅啫。咁你只要買落去咧，咁其實唔好喐佢，咁經過時間滾存咧，就可以做到財務自由啦。咁咧，好似咧呢個 Excel 表啦，咁你計咗 Excel 表出嚟嘅。咁咧例如我第一年一筆過投資12萬啦，咁咧就點解12萬咧？呢個數都係有原因嘅。咁就係咧例如你每個月投資1萬蚊啦，咁你連續一年咁啊，即係每投資咗12萬咯嚇，或者係你用嗰個大學讀學費，即係你唔讀大學即係大學學費3年差唔多12萬幾啦，咁啊細頭12萬啦。咁樣用嗰啲大學學費投資買入 QQQ 度咧，咁你計翻每年18%嘅增長率啦。咁咧，你經過10年、20年、30年嘅時候咧，變咗1720萬噶啦，啊，係啦。咁其實咧就係好簡單啊，即係咁你風險咧就係咩咧？就係輸晒啲本金咯，就係個 QQQ 變咗零咁樣咯，就係最大風險啦。啊，咁咧就如果即係正常你想投資多啲嘅，咁例如你第二個 scenario 啊，咁但係咧你亦都係每個月投資1萬啦，每年投資12萬啦，咁啊一共投資5年啦，咁你5年之後咧就唔再擺錢落去啦，咁咧就會經過30年後嘅滾存啦，即係都係18%嘅滾存咧，變咗5000幾萬嘅。嚇咁你另外一個 scenario 啦，第三個 scenario 咧就係每年投資12萬啦，咁咧連續30年都每年投資12萬，咁你個本息加埋咧不斷咁滾存咧，會變咗9000幾萬啦，到30年，係啦，咁就差唔多成億嘅喎，係啦，咁你睇你就揀邊樣啦，咁就係呢個就係財務自由最簡單嘅方法，係啦，咁如果你睇呢條片係20歲睇條片嘅。咁你而家投資咗12萬落去啦，咁等到50歲嘅時候咧，就會有千幾萬啦。嚇，咁咧就況且睇下呢樣嘢 work 唔 work 啦。嚇，冇嘢一定 work 嘅。嚇，咁你坊間好多咩年金啊、保險嗰啲年金啊，其實都係用呢個概念咧，都係錢碌錢嘅概念。咁但係如果你買嗰啲年金咧，咁佢其實會好多嘅行政費用啦，會開個鋪揾招呼你，咁又會錢啦，又要賣廣告啦。咁其實咧，你擺落你真正嘅 account 投資嗰度咧，係會少咗好多。咁我相信其實呢個咧係會仲好啲嘅嚇，即係甚至對比呢個香港政府個年金嚟計咧，如果你係好多時間嘅話咧，你投資呢個咧個回報啊，嗰個收益咧係會更加高嘅嚇。咁我哋再睇翻個 QQQ 嗰個
股價圖啦，叫做嚇。其實但係嚴格嚟講，佢都唔算一個股票嚟嘅，佢一個一籃子嘅指數嚟嘅嚇。咁咧其實咧就睇翻啦，咁就其實佢咧都之前都會跌嘅喎，呢個嘢唔係話保證一買落去就升咁樣不斷咁升嘅喎。嗱，好似咧科網熱潮啊，最高去到110蚊嘅，即係喺2000年嘅時候，或者110蚊咁上下啦。咁啊跌到廿四蚊嘅嚇，即係由哇都好難揾翻嗰段，111蚊啦，跌到21蚊添啊！即係跌到21蚊啊！即係如果你2000年買，去到2002年係跌到渣都冇啊！如果嗰陣睇嘅話，即係跌咗75%啦嚇。但係如果你嗰陣買咗，咁就抌心口啦，跟住之後都係慢慢升。咁咧，其實個原理係乜嘢咧？就係咧，你經濟係會有 cycle 啦，經濟係唔會花無百日紅啦。但係咧，當你好多唔同嘅公司嘅時候咧，咁佢始終個經濟咧，人類經濟係會不斷咁發達，即係石器時代開始，咁人係不斷咁進步。咁啲好嘅公司咧，佢係會發揮佢嘅揾錢能力啦。簡單嚟講，即係嗰啲公司就係頭先講嗰啲睇下先啊，頭先講嗰啲咩 Microsoft 啊、蘋果啊、係啦，呢個蘋果啊、Microsoft 啊、Nvidia，即係佢仲會有優化添啊！如果你做得差咧，佢會剔除咗佢啊，係啊，或者係 Costco 啊，都賺好多錢嚇。咁你就係會優化呢啲公司啦。咁所以其實你唔需要自己揀股添，即係因為好多人咧，你投資咗幾廿年、30年都冇賺，我相信佢投資咗咁多年都好少人都有千幾萬啦，即係唔多咯，坊間，因為佢先升唔到個自己揀股咧，其實就係好難長期咁樣獲利咧嚇，有升有跌啊，或者有錢賺係有嘅，但係蝕係更加多咯嚇，尤其是個金融市場，所以咧就好似我自己都身體力行都已經投資咗 QQ 落去啦，咁啊，況且睇下呢個時間啦，時間話俾你聽係啱定錯嚇。咁如果大家未有美股 account 咧，其實咧可以喺一個叫做 IB 嘅網站去開啦嚇。咁我都有開嘅，咁但我就費事 share 條 link 俾大家啦，因為 share 條 link 俾大家咧，我有錢賺嘅，我賺200蚊，咁我唔想望，因為想賺大家錢而拍呢條片嚇。我真心想大家知道呢樣嘢啦，即係由我呢個普通人講出嚟嘅嚇，可能會都幾貼地咯嚇。咁我隔一年，大家如果睇翻呢條片嘅時候，係咪仲係527蚊咧？係到時幾多錢咧？嚇，係啦，咁到時就知嘅啦。可能一年之後，我相信一年之後應該，或者係3年之後係唔止呢個價錢嘅。如果10年之後，可能係一倍嘅啦。係啦，咁啊，況且睇下放長雙眼睇下嗱。如果大家如果覺得呢個方法係 work 嘅，可以投資少少錢落去啦，買個 QQQ 擺喺度，咁經過時間即係滾存咧，嗰個收益可能都係好可觀嚇。係啦，咁就好過你自己炒港股嚇，我好衷心覺得嚇。或者係如果你美股都仲好少少，但係港股就真係好難玩嚇。係啦，咁啊呢條片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支持啦。如果大家中意，俾個 like 或 share 俾朋友啦。係啦，咁呢個 channel 都係冇盈利嘅，都係得好少subscriber 客，所以唔緊要，都係 for 個 record 嘅啫。好，咁多謝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